气候甲山猪条会造成动物受伤甚至死亡。野生动物保育法去年确定讲，未来要全面来禁止使用气候。有动保团体嘛发起禁止使用山猪条的公投，也毋过是互中选会驳回，伊嘛按说要来提起行政诉讼。 金属材质的山猪条杀伤力真强，上在致使台湾乌熊等等的野生动物受困死亡。动保团体去年发起禁止山猪条的公投了后，互中选会伫去年12月驳回。动保团体认为无合理，中选会是过度解脱原住民拍赖的自由权利。补正的理由最关键的一点是全面禁止这个意志。 剥夺了立法权，还有违反原住民基本法守夜的自由。那我们补正完已经加了法律排除的但书，但是他还是一样坚持原住民狩猎方式剥夺，还有就是立法权的影响。 去年4月份，针对野生动物保育法调整部分的修正草案，农业部当初有允讲，会伫一年内推广改良式的山猪条，才来杀禁止使用。根据野保团体的观察，目前有原住民和农民将传统式的山猪条拢换做改良式的。改良式的山猪条口径较细，含承受的重量有调整过，会使针对非目标物种的动物做过滤。 动物若是去用夹到，伤害会比传统式的山猪条减轻小可。假设真的踏板踏上去，动物被套住之后，那它也可以减少动物在陷阱上面的伤害，也就是在动物福祉上面可以做一个稍有一些改善。对，那它的套索不会因为动物的挣扎而越挣扎越紧。 野保团体表示，除了原住民拍蜡，目前农村荒地也会使用山猪条，确实有一款需求，全面禁止使用游园爱谨慎思考。因认为爱加强使用者对使用改良式山猪条的意识，制定使用的管理规范。也若动保团体表示，动保法佮野保法拢已经全面禁止使用气候，是安怎换做是山猪条了后就无适用。动保团体表示，会伫拜3去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主张撤销无通过提案的审核。记者张嘉义、夏桂林台北报道。